Hello，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我哋係 IT 團隊嘅負責人華仔，咁中意我哋呢條片呢，欣賞我哋朋友俾手指公讚讚我哋啦，分享同埋訂閱嘅時候呢，記得撳埋旁邊嘅鐘仔，然後揀全部通知，咁我哋新片呢，就即刻通知到你噶啦。記住訂閱呢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噶。咁就分享呢條片呢，俾你身邊對賽馬有興趣嘅朋友啦。最後啦，如果想加入賽馬方程式做會員嘅朋友呢，你一路睇落去喺片尾呢，亦都有加入嘅方法嘅。咁呢條片呢，就係真飛推介啦，咁我喺片尾呢，亦都投注咗幾條飛呢，就會鋪俾大家睇下啦。咁我哋投注咗啲咩嘅馬匹，同埋呢係點樣買法嘅。咁就啱啱啦，亦都呢係上咗一條呢係馬膽推介，咁呢就介紹咗兩隻馬膽，咁嗰兩隻馬膽呢，都有啲信心㗎。咁就上一次啱啱我哋星期日嘅成績叫做唔錯啦，雖然呢嘅賽果呢比較熱少少，但係呢嗰個命中率呢亦都叫夠高啦。咁就始終呢熱熱地都叫中到啦嚇，咁啊好過輸咗佢啊！嗱，嚟緊星期三晚咁就嗰個情況呢就會有啲唔同，因為嚟緊星期三晚呢，好多嘅場次呢都會比較呢係有啲熱頭冷腳，甚至乎呢可能有啲冷頭熱腳嘅情況出現，都唔奇噶。咁就賠率方面呢，就應該冇咁乏味噶啦。咁我啊揀咗第六場賽事呢，就做推介俾大家嘅。咁就嗱，首先呢，喺排位界面呢度呢，拉到落去最底啦。咁撳方程式運算，咁我揀呢場賽事呢，都唔知有冇錯噶嚇，因為呢有幾場呢都幾好心水噶。咁就揀呢場嘅原因就係我最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啦，就係風水佬呃你10年8年啦。咁就嗱。行頭5號福星小子嗱，今次呢都會攞翻福星小子做馬膽推介俾大家嘅。咁啊原因除咗因為電腦計到佢行頭之外呢，咁呢隻馬呢亦都係蔡約翰呢打黃牌嘅，報名嘅時候呢打黃牌出擊嘅。咁就亦都解釋咗，我之前有啲片都講咗，喂，蔡約翰嘅馬呢，你要捉佢嘅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一定要去揀佢嗰啲呢黃牌馬。咁呢個福星小子連續贏咗2場啦，嗱2次呢佢都打黃牌㗎。咁第一次贏嗰次呢，咁啊捉佢唔到啦。但係上一次呢，正呢就蔡約翰繼續打黃牌，繼續用艾少禮，亦都咧冇轉路程嘅情況底下，咁啊梗係揀佢做膽啦。結果11倍行頭，哇，梗係好好分啦，係咪啊？咁但係有啲可惜嘅，點解呢？因為跑第二嗰隻多多好馬呢，講真78倍呢，我哋又冇本事捉到佢啦，真係咁啊炒和晒我哋啦。但係呢隻 Win 呢，有成11倍呢，咁都夠和味龍啦，係咪先？嗱，今次呢，繼續攞翻5號福星小子做膽，咁電腦計到佢行頭啦。嗱，首先睇翻咁啊，佢前一次喺呢個嘅10月17號總場次270啦，咁佢贏住啲咩馬呢？贏住啲喵喵怪自動自覺，咁喵喵怪今次咪又一齊跑咯，係咪？咁佢都贏到佢噶嘛？咁嗱，咁喵喵怪呢，今次排翻住一檔，當然要拖翻啦嚇。但係呢樣賽事呢，其實呢就喺一個慢步速嘅情況底下啦，咁就佢呢，就本身就跟得比較前嘅喎，咁啊賺咗個慢步速啦。咁啊賺咗個慢步速嘅情況底下，嗱沿途走位441咁樣啦，賺咗個慢步速嘅情況底下呢，完成時間1分10秒05呢，個時間都係一般般麻麻地嘅啫。咁啊贏咗，咁啊走漏眼啦，大家都跌眼鏡啦，好多都係咪先？好啦，跟住去到呢個嘅1月7號啊，總場次326啦，咁佢係贏住咩馬？贏多多好馬電換精英啦。咁呢場賽事呢，就唔講得少啦。點解呢？咁佢前一次呢贏嘅時間呢，就排住佢一檔喎，咁啊賺晒啦，係咪？咁啊個個都睇佢唔起啦。好啦，跟住呢，佢係去到1月7號呢，總場次326呢，就排住個4檔。咁喺排住個4檔情況底下，前快後快啦，咁啊步速咧就中等偏快啦。咁個原路走位441，同佢上一次贏馬咧嗰個嘅走位一樣啦。但係咧喺一個快步速頭段快咗0.09秒嗱，而咧末段啊，亦都咧比標準咧快咗0.3秒，結果完成時間快咗0.39秒，完成時間1分09秒61啦。咁呢個1分09秒61咧就一啲都唔簡單啦，因為咧唔單止比4班嘅標準時間快，其實咧比3班嘅標準時間咧其實都要快噶。咁啊前快後快嘅情況底下咧，就掟得一個馬位咁樣贏啦。咁啊當然嗱後面嘅馬你可以話咧比較水啲啦，後面嘅馬贏住啲多多好馬電換精英啊咁樣，但係咧呢個段速咧係佢自己做出嚟嘅，咁佢頭馬就係頭馬，咁啊段速時間都好出色嘅呢場賽事。所以咧，今次咧繼續蔡約翰，既然咧又唔轉路程，又唔換騎師，打黃牌，繼續咧跑翻呢個谷草嘅12米，今次仲好跑喎，排翻住個2檔，咁變咗呢隻馬咧其實咧進步啊，咁啊4歲仔啫嘛，舊年嘅 PPG 上季嘅 PPG 係咪？咁啊4歲仔係大把進步空間啦。咁蔡約翰啲馬亦都出名咧有打搭啦，係咪？咁啊唔係點會叫賽神仙啦？咁啊今次咧就唞翻3個禮拜，咁啊再嚟，咁啊繼續用艾少禮嘅話咧，咁我哋咪繼續揀咯，鐵馬未斷纜，咁啊肯定有排揀啦。咁所以咧馬膽咧就一定攞翻隻5號嘅福星小子嘅。嗱，睇翻我哋拖翻啲咩腳俾大家做參考先。
咁今次呢，我攞翻呢個福星小子做膽呢嚟到行頭推介呢，咁我都唔知有冇錯噶，老實講係咪啊？咁啊錯咗咪打籮柚咯，因為有好幾場重心呢。咁我場場唔揀呢場，因為我都係嗰句，喂，風水佬呃你10年8年啦，係咪先啦？咁我自己講教人哋咁樣揀，咁我自己唔係咁樣揀嘅時候，係咪有啲自打嘴巴呢？況且電腦都計到佢行頭啊嘛，賽馬方程式喂唔係流啊嘛，講真係咪先？咁啊計到佢行頭，咁我梗係攞翻佢行頭噶啦。而且呢場賽事呢，冇乜人呢會用佢呢嚟到做重心噶。呢樣話晒係加呢個嘅3T 嘅次關啦，係咪啊？咁咧亦都有機會有啲冷腳走入嚟噶。喂，攝到啲嗰啲咩快靚旺啊，攝到呢啲雷神太保入嚟，哇咁就好好分啊嘛。講真，嗰隻街有，如果唔係潘頓呢，拍住呢個偉達嗰個上名率咧係100%啊，今季其實呢，我想唔鬼拖添啊，真係。咁啊不過呢，就拖埋佢啦，個幾廿蚊就唔好慳啦。嗱，即刻睇翻，我哋首先呢，買條呢第6場賽事單色買膽用咗，用翻5號嘅福星小子做膽，拖翻1號嘅喵喵怪，3號嘅快靚旺，6號嘅可靠大師，7號嘅佳佳友同埋10號嘅雷神太保，30蚊注就150蚊買嘅。另外啦，驚呢隻嘅福星小子咁就冇運啦，咁啊俾人啄咗啦，咁樣呢，買嗰條指定位置買膽用彩行頭嘅1號嘅喵喵怪，3號嘅快靚旺，6號嘅可靠大師，7號嘅佳佳友，10號嘅雷神太保拖翻轉頭，拖翻呢隻5號嘅福星小子，10蚊注就50蚊買嘅，咁都係呢句幾廿蚊就唔好慳啦。另外啦，買翻條連營位5號嘅福星小子，拖翻1號嘅喵喵怪，3號嘅快靚旺，6號嘅可靠大師，7號嘅佳佳友同埋10號嘅雷神太保，30蚊注150蚊買，咁就買嘅時間呢，唔知點解呢隻5號嘅福星小子搭翻呢隻6號嘅可靠大師呢，嗰條意中彩呢得30幾蚊嘅，真係誇張嘅。就算扭歪咗6號嘅可靠大師行頭呢，都係得30幾蚊嘅啫。咁有人呢就抌一嚿錢落去，不過呢啲咁嘅鐘數呢，其實你抌幾千蚊落去呢，可能個賠率都扭曲晒噶啦。咁條連贏位呢，反而有7倍喎，咁樣喎。如果正常去到臨開跑之前呢，咁啊梗係淨係買條 Q 就唔會買條意中彩啦。不過而家嘅賠率當然就唔作得準啦。咁就希望咧，聽日咧就唔好咁熱啦。不過我相信呢，會有啲冷腳咧攝到入嚟㗎。至於嗰條單色馬膽嘅4龍彩同埋走2位嘅4龍彩咧，咁我哋都會照樣照買㗎嚇。咁就希望咧，聽日大家就二重彩連人位，我哋都中晒佢嘅。咁啊，祝星期3晚大家好運啦，拜拜。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成為賽馬方程式嘅會員，方法亦都好簡單。右上角你會見到一個 PayMe 嘅 QR Code， 你只需要截圖，截圖之後打開你個 PayMe， 然後撳掃描，喺右上角再撳匯入就可以讀到呢個 QR Code 噶啦。我哋嘅收費而家每個賽馬天係128蚊，咁而家做緊個優惠，只需要88蚊。咁每個賽馬日你只需要幾十蚊，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用呢個賽馬方程式揾出重心場次同埋重心目標碼。你亦都可以透過轉數快嘅 ID 係8714818。如果你冇用開電子支付系統，亦都可以去撳機啦。戶口號碼亦都喺呢幅圖嘅下邊，你會見得到。只需要將你嘅付款記錄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傳翻俾我哋，我哋就會盡快幫你安裝。而成為會員之後，你會有更多嘅優惠。我哋亦都會將賽馬方程式計算出嚟嘅結果截圖俾你哋，等你哋可以喺坐緊車啊或者食緊飯嘅時候都可以用你部手機好輕鬆咁樣可以去度到跑到馬。咁希望大家踴躍啲成為會員啦，多謝大家。